呢款集合衣櫃、書架同床為一體嘅上三下四儲物雙層床，真係太適合小戶型嘅一家三口啦！一上細下大嘅多元化設計，小朋友可以瞓上床，夫妻瞓下床，一體化私人空間，可以將空間有效利用，為大家騰出一大片自由空間。雙層床嘅顏色外觀時尚大氣，適合各種裝修風格。床體堅硬厚實，採用全鋼龍骨及25mm厚板，結實耐用，承重力更強。踏板加厚設計，扶手斜梯更好攀爬，每一步都係穩穩嘅安全感。上床一體式高防護欄，防止跌落，令小朋友瞓得更加安心。下床寬於上床，可以瞓2個人，儲物功能更加大。前排3個滑動大櫃桶，床內2個大床箱，足夠收納衣物、生活用品及大行李箧，大大節省咗空間。中間加配儲物書架，可以擺放一啲兒童嘅書籍或者手機等細小物件，輕鬆收納。我哋仲會提供4種組合款式選擇，有上下同寬或者上細下大嘅多元化設計，適合多種家庭使用，均可自定訂造尺寸大細，滿足唔同房型嘅訂製需求。中意呢款上3下4儲物雙層床系列嘅，觀塘門市有陳列，歡迎嚟睇版。